好，来继续就来看这个中国北京将近2个月无传出着新冠病毒本土的病例破功了。讲过去24点钟内增加49例，10例是境外输入，39例是本土的病例。北京占36例，河北有3例，这3例就甲北京有牵连。这表示讲，这个北京当地毋但爆发着新一波的疫情，而且有为北京向外拓开的趋势。北京新冠病毒防疫破功，为11开始，小日线新增加将近80件本土的病例。北京当局认为讲，新增加确诊病例拢甲伫个丰台区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系。另外，辽宁省甲河北省嘛出现甲北京群聚集体感染有关的确诊病例，显示病毒正向外咧扩散。甲去年底新冠病毒疫情为武汉华南市场、海产批发市场爆发同款，即摆北京疫情嘛是为市场开始。依照当地媒体报道，检验人员是伫切红鲢鱼的肉点顶面发现新冠病毒。目前唔知讲是红鲢鱼本身有病毒，为何处理的人，还是人类本身有病毒。不过，中国流行病学专家认为讲，疫情不应该是北京当地自然发生的。这种的输入呢，有2种可能，一种呢是污染的物品带到了北京，还有呢就是这个感染的人进入北京造成的传播扩散。目前北京市已经进入非常时期，丰台区已经启动战时机制。当局对新发地批发市场内人员、甲边仔社区居民全面进行核酸的检测。新发地批发市场嘛为昨开始封场休市，边仔11个主题社区进行封闭式的管理。